咁啱開始出嚟做嘢咧，都想買部威啲嘅車嘅當時。咁我咧當時睇咗 A54系 EcoPay， 但呢啲車咧揦埋幾廿萬，10零萬預算咧，我只可以買部10代Civic，只可以翹啦，就冇得跑噶啦。咁而家呢個時代咧，10幾萬可以買咩咧？呢啲 MG07。咁呢部車咧點翹跑法咧？開窿葉子板，黃色卡鉗，無框玻璃，升降尾翼，像呢個 Sportback 嘅屎忽，仲唔翹跑啊？但呢部車好似有啲雷同喎。英國佬、德國佬唔係一樣係鬼佬，好嘅設計總係心有靈犀噶嘛。咁個樣啊咁殺食啦，入邊有咩餡咧？前麥弗遜，後多連杆嘅電磁避震，6秒幾嘅加速，加多1萬。俾多200續航，再快多1秒，呢部係610續航嘅，加多1萬蚊有845續航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嚟到恩施大峽谷嘅山路啦，舒適模式，全車4個人，連唔過3條減速帶，後面起碼唔怕彈起身。好啦，咁當我想自己開下嗰陣，我調到運動模式，一劈個彎，佢嗰個電磁避震一嘢就將個屎忽拉得住噶啦。我打邊度咧，一出彎俾油，哇！佢又順住走嘅喎，不愧係電磁避震。咁你以為啱先嗰堆嘢賣你15萬係嘛？硬係爭嘢嘅。你有冇見到呢粒啊？激光雷達配嘅咧就係 Momenta R7嘅輔助駕駛。咁啱先咧高速開過嚟咧就太簡單啦。咁啱先上山就我開嘅，咁而家落山咧我啊想睇風景，揸車呢件事就留翻俾佢啦。嚟到呢啲村莊道路啦，雖然有3叉路，但係佢都熟得成個本地人咁，好似嚟咗好多次咁，師傅。但係呢個對向成日有車嘅時候咧，前面有部電雞咧，其實我想睇下佢係點反應。路邊又停住幾部喺度，直接就攝位㗎係。如果平時係我咧，鬧人都嚟唔切，佢就直接攝過去啦。前面有車要壓線出啦，佢點咧？係直走。哇，風氣喎！風氣喎，正行喎。咁樣點啊，唐啊，係咪咁遠過嚟嘅？啲避讓啲行人咧，佢都會打燈，就並翻少少位置出嚟俾啲行人過嘅。前面有車轉入嚟啦，好，俾腳剎車，即刻俾繼續輕鬆通過。啊！唔俾你打燈走，哎呀，跟住再嚟一部對頭車，再變翻嚟，哇，靚到！佢係全程一腳剎車都冇噶。又到會車困難嘅時候啦，會直接跟住走。哇！直接跟住走，喎，都係順利通過。前面有車倒車，好，確認安全，直接走，避埋個人。哇！次操作都係行雲流水啊！前面冇 Audi 褪車，咁啊，其實我哋要壓住條線走噶啦，係唔理你，照壓照過。照會車，前面有個阿叔，你開始慢慢揾好位置啦。OK， 有機會，一腳油又超咗，會唔會話一腳逼咁踩落去，就一腳油咁吉走？OK 啦，咁而家啱返到嚟酒店，今日全程跑咗200幾公里。幾乎都係用輔助駕駛㗎啦，咁佢而家係用緊而家市面上比較先進嘅半固態電池。呢部車嘅能耗咧係做到13.4嘅，610公里續航，幾乎都係實一實㗎啦。15萬嘅預算，梗係買佢啦，買乜鬼思域啊！